8点正。后面那个不知道是谁，就这一点高的那个有一些我不认识。后面卓玛出，第一个带中，第二个李长卓玛。哎，那个小家伙应该在前面来跳，等会儿把他喊过来。这边灯哦，这边有点暗一点。那个卓玛呀，阿加拉姆，他去了杭州那个没回来。哪个卓玛呢？我们听清楚。今天他不来啊？对啊，今天他要来啊？那个他要来。都来了。哪个来了？啊，对啊，对，今天陪我嘛。你一会儿曲阳错在前面跳嘛，把他喊过来，你们在前面跳。曲阳错戴了帽子，今天。曲阳错，你们去前面跳嘛，你们俩会。前面为什么呢？等会儿人多了之后去嘛，哈，人多了之后去。好，就曲阳错就戴帽子，都是白色为主。台中基本天天见吧，除非真的来不了，事儿跑外地去了，那就不会来。小丑在直播，好像在直播他吧，我就给他直播。因为抖音那边规定就是小朋友不能入镜嘛，然后就他不能露脸嘛，露脸的话就要被关，直播间要被关闭。太后，不知道是谁的礼物，还没看到。这帽子。
你从马店订的行不？还在直播啊？还在直播吗？还在直播啊？对，我现在要关了。让你爸帮你播嘛，让你爸他们播嘛，让你爸他们播噻，你妈妈播嘛一样的嘛。哦，就是人有点多，他就遮住了，效果不好。因为他妈把全部把他妈坐在那个地方了，有凳子的嘛，他不会遮住了，直播效果播不了他。吃多嘛？另外一个搞名字，待会儿问一下。
冒出的颜色好鲜艳。哎，今天有点特殊。哎哦，看出了，我又是欧姆的。欧姆肯定是和地藏卓玛在一起。这是小罗刚刚来。扎西翁修本子在眼镜楼上，后面是门卡，还有那个战斗机，这个是什么？欧姆单少爷。好夸张的说话都是，动不动就是屎啊那些之类的。真准啊！哎，把衣服脱了这个。等一下，我查一下镜头有一点，我觉得可以吧，反正我查了的。
终于来了2个，随时都在一起看嘛。我们不来了，礼堂走马肯定就在。哦，历年发的邮件。拿上来吃。朵儿来了，张希曲真你没来吗？啊，错，白色的是李长洲，啊，戴宗，这个是朵儿，这谁啊？这谁啊？拉错一小拉车在输。最鲜艳的颜色是卓玛初的，淡一点的就是朵儿的。你的颜色差不了哦，一个深一点，一个浅一点。这2个少了个英卓，英卓要2025年才来。今天杨顺和小罗没有戴帽子，昨天戴帽子了，穿白衣服。我上，然后外面是豪迈、母亲、林卡、桑多奇、苏拉，我们衣服是丽丽。这个黑衣服是谁啊？哦，那个表妹，苏拉的妹妹。去这儿，这不是 A 吗？在这儿的，2就是起来了。跳不来呀、这个跳不来啊，这个还不会嘎，新逻辑新我。不要那个。